過來看這個俄烏戰爭發生了後，波蘭是頭一個捐戰鬥機予烏克蘭的歐盟國家。不過，這陣是準備要變面啊，因為烏克蘭最近一直甲二戰期間參與屠殺波蘭人的這個反抗軍，甲因叫做是民族英雄，這是予波蘭非常無歡喜。因的總統就宣布要取消2023年予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別營勳章。2023年4月，也就是羅西亞甲烏克蘭開戰了後大約1年外，訪問華沙的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接受當時波蘭總統杜達授予伊上懸榮譽的別營勳章，來顯示波蘭對着烏克蘭對抗羅西亞的堅定支持。波蘭是歐盟內底頭一個捐戰鬥機予烏克蘭的國家，那佇這個外交場合一直給支持，外國援助烏克蘭重要軍備，也大多數攏由波蘭運往烏克蘭。不過，這兩個國家中間其實有真深的歷史恩怨。二次大戰期間，上款予納粹德軍佔領的烏克蘭，一個叫做烏克蘭反抗軍 UPA 組織，為了要對抗羅西亞，所以甲這納粹德軍合作，部分的成員也加入納粹武裝親衛隊。在1943年到1945年期間，這批納粹強暴者參與波蘭東南部，也佮烏克蘭西部，針對這猶太人甲波蘭人的屠殺行動，受害人數估計有10萬人遮多。波蘭政府多年來希望烏克蘭也應好好來重視這段歷史，不過烏克蘭佇甲羅西亞開戰了後，為了要集中對抗羅西亞的士氣，真濟擺甲 UPA 人物看作是民族英雄。那支持政府的示威者舉這個烏紅色的 UPA 旗啊 ，UPA 重要人物的名也誠濟首都基輔重要的街路名。最近是甲 UPA 領導人梅爾尼克用真隆重軍禮重新給安葬，並且甲 UPA 英勇的稱號授予烏克蘭特種部隊，予波蘭是真不滿。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那弗羅茨基強調，歐盟要團結，必須用拒絕獨裁統治，也個種族暴力為基礎。未來波蘭也堅持這個立場。由歐盟即要展開烏克蘭加盟的初步會談，波蘭總理圖斯克呼籲兩國政府冷靜來化解爭議。那無干那會予羅西亞白白來得到好處。公視新聞，徐嘉玲編譯。